本来就有任何一个众生，都要具有这种慈悲的心。是。但是我们这个一般的凡夫众生，他是这个自私的这种我执比较严重，是。所以这个限制到我们的这个慈悲心。是。所以我们对待其他众生的方面，应该必须要修心，修自己的心。时时刻刻都要，比如说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众生，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都是这个众生父母。如果有这样的心，真正的把这个树立起来的话，你不得不升起很大的慈悲心。所以升起慈悲心的时候，能够消除我们的这个各种的业障，同时也是增长我们自己的智慧。所以同时呢，发挥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所以这就是悲智双运，又有慈悲又有智慧，悲智双运，那就是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这个很好的。所以慈悲的这个特别这个一切诸菩萨的这个代表慈悲是这个化现是本来是慈悲是我们自己心绪当中的一个事情嘛，是不是？是。但是在外表上形象的就是这个代表观音的这个一切佛的这个慈悲，是慈悲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多念一些Om Mani Padme Hum 六字真言。那这个修心它是不一定是你每天，比如说打坐多长时间，或者是念多长时间，并不是这样的。你无论是见到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对这个众生是我的过去生的父母。是。所以这样的心慢慢这个训练出来的时候，我们对众生的这个态度是逐渐会改变的。是。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自私的心越来越缩小，利他的心越来越发达。是。那这样是很好的。是。那对的，Om Mani Padme Hum念，心里想到是这个一切众生是我的父母，是。众生都是对我有恩的，是。我必须要报答众生父母恩。是。有这样的心，要时时刻刻要训练。如果不训练的话，偶尔生气一次两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是。那这样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这个一般的凡夫人来说起来的话，我们见到其他众生的时候，对我们升起三种的可能性，要么就是这个人很好，对他有这种贪欲的心产生的。是。那要么另一个众生见到的时候，讨厌这个人，看不惯了，是不是？有其嗔恨心。是。那有些是莫名其妙的，无所谓的。他对我没什么关系。他是他，我是我，是不是？随性。所以我们随时都这样训练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慢慢会改变的。这样就我们慢慢就这个真正的能够升起菩提心。是。菩提心能够修到的话，那我们达到了修行的最终的目的。是不是？修行菩提心这个最后完成的时候就是成佛了嘛？是不是？成佛的时候自利他利，自己也是不辛苦，也利益到无数的众生，是吧？是这样的。好的。那六字大明咒还有那个仪轨吗？有那个仪轨？仪轨有，肯定有。那个你对这么找吗？法本大找，他帮你处理的。是。第一话，俺说中央人不去给做这秘密去，我真正去建议了就像人呢，可能去鼓捣呢。这个过去中央人不去，也是一直在全世界都要发扬这个六字真言的发酵。是。这个中央人不去过去教的那个观音的仪轨，我给你传一下好。做这秘密东北安尼嘞，让你对内用着拍拐过，让我的心就恰起到了继续，汤不恰你透过了天幕家，也用我们行政白个人在，身边用着他们也明白，透过了大的生命宇宙给，光来无助亲人血液感，能就见着瞬间拍拐过，渣估计宇宙人心了，
成道同学强到清楚啊，我妈的边面，我妈的边面，我妈的边面红，叫完的牛多的，接着说周九九，然后这个嘛那个第一三万国家的修，这个是观音的衣冠，所以这个每次修观音的时候，这里面也是我们这个教主吉林松部所教导的大乘与五之道的内容，全部在这个关于这个观音的法门里头可以应用的。是，所以这个是弥勒者的尊者说过5句话。是，他说什么呢？身间那个凝集功，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发起对一切众生发个慈悲的心，身间那个凝集功，让律突击千步功，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然后我们自己的身体，现在是我们凡夫人的一个身体嘛，肉身的，这个变成什么呢？这个彩虹一般的，变成观音的身体，是，让律突击千步身。那么几无做的功，然后在我们的顶级上、头顶上，光现出这个无量功夫。无量功夫是表现是无量功夫，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所以这就是这个修上师瑜伽，修上师的内容。然后最后的时候，东般尼的能云僧，东般尼的能云僧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发菩提心也好，修观音也好，一切都是以我们自己的心来修的。那我们自己的心是什么呢？心是这个理系的，原理一切细论的概念，是法界空性，无二无别的，所以安住在无念的境界里面。最后的时候，我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一切的众生。所以这就是大乘与五之道的内容，全部在这个里面可以应用。所以我们有的人看到的是大乘与五之道是作为一个法本来看待的，它并不是法本，它是一个法的内容。所有修行都是要离不开这5个道理。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修行是非常完整的，非常圆满的。好的。感恩您过去，感恩您过去。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对对。Om Mani Padme Hum。是。呀，这是我的，哎呀，这是点你。用这样转。这样子。这样转，转的时候我们不要这样转，这样不要转，应该有这种郑重的去这个恭敬的心来转。是。那这样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是。所以我们看到了以后，你转精灵的是其他的众生看到了，那其他的众生也是对这个观音的加持得到了，是吧？所以这个利益众生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就在心里面，还是要念出声音来。对。要念出声音来吗？啊？要念出声音来吗？还是出声音也可以，心里面也可以，是的。我们这个，对吧？心里面可以。那有时候这个默念也可以，心里面也可以。你就这样是好。太棒了！哎呀，谢谢。杨静，我认真在做功课，谢谢。杨静，顶你上司，谢谢。OK。